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我们教会，我第一次用华语来讲道，也许很多人不习惯，也许有的人会觉得失去了我们作为一个长老教会的最原始的特色。也许会有人觉得说，在这样的当中，很多不一样的语言混在一起，真的好吗？老实告诉你，我不知道好不好，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用人所能够领受、听得懂的话语去传讲上帝的福音，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想要尝试的。我是一个长老教会的牧师，我用以台语讲道为我的光荣，因为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能够用台语讲道。但是今天我们也遇到了许许多多的人，依然在这当中需要用不一样的话语，让他们听到神的福音。今天我们所讲的，我们从出埃及记里面第6章讲到上帝的应许。这个上帝的应许有一个很特别的几个字眼，他这边讲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字眼，它是让人看到说，在耶和华上帝应许这些以色列百姓，他用了几句话，他说：“我要领你们进去，将那个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在这个当中有一个特别的应许，第一个是我要领你们，不是别人去带领你们，而是我耶和华上帝要领你们进去。你们不是靠你们自己的力，不是靠你们自己的能耐，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到哪里好让你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而是让你看见一个神在这当中要看顾、要带领、要预备。所以在我们读的圣经这一段当中，我们会了解，以及刚刚的儿童信息会讲到，其实摩西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因为他必须去到法老那个地方去说服法老，让他们离开，而法老不愿意，所以会有10个灾难的出现。但是那个灾难不是水到渠成的，那个灾难也不是突然出现的。那个灾难所代表的意义是，神在那个地方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让人看见不是靠人的能耐能够出埃及，而是上帝在那个地方彰显的作为。所以从第1个灾难到第10个灾难，其实你如果仔细看圣经的话，那个圣经里面所讲的是，不管什么灾难临到法老，法老都硬着心不愿意，一直到10个灾难都走完。因为那个10个灾难不是要说服法老的，那10个灾难是要说服以色列百姓，让他们看见今天在这个地方做王的到底是谁。所以10个灾难其实不全然都是给埃及的法老看，更多时候是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说，原来我们所跟从的这个上帝不是一个简单的上帝，而是我能够托付我一辈子放在他身上。而神在这个当中应许了他们什么？应许了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那地讲的是什么？迦南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讲的是什么？以色列百姓。也许对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来讲，要能够去到迦南地，意味着要能够离开受苦的埃及，所以那是他们很高兴的一件事。问题是，离开埃及以后要去哪里？当他们知道说要去到那一个地，要赐给他们为业的迦南地的时候，这些人从心里面重新燃起了一个不一样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迦南地，在我们人生旅程所走的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目标，
能够去达到。只不过今天这个目标设在哪里？今天你所跟从的这个神，他怎么样应允你？他怎么让你知道说你的迦南地是在哪里？你的迦南地是加拿大吗？有可能。你的迦南地是退休吗？有可能。你的迦南地是找到一个好夫婿，娶到一个好老婆吗？有可能。你的迦南地是建立你自己家庭的产业，你有儿子有孙子吗？有可能。你的迦南地是在你的工作上面得到一个很棒的职位吗？更有可能。这些都有可能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目标，这都有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迦南地。只不过今天我们所要问的问题是：谁给我们这些东西？到底是谁要应许我们这些东西？在上面，答案是谁？耶和华上帝。因为我要领你们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因为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所读的经节里面，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这个与我们立约的是我们的耶和华上帝。要跟对人啊，要走对路啊，要能够在我们人生当中做出一个适当的选择啊，并且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你选择的是什么。今天这个选择如何来做？如果是在我们圣经、我们的信仰当中所讲的，这是一个约，这是一个约。什么叫做约？要工作的，要不要拿一个契约？你有这个契约，才能够去啊。如果对我来讲的话，我有这个契约，我才能够去申请我的工作签证。今天我要不要有一个契约，能够去证明谁是我的老板，并且告诉我我的工作是什么？当两个人在一起，如果有结婚的话，是不是有一个婚约？婚约讲的是什么？婚约讲的是一种认定。今天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认定，代表的是神在这当中邀请我们进入一个宴席，并且我们接受。所以约的基础，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知道上帝是那一个掌权者，这是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对神所建立约的基础。这个约的基础，并不是说上帝啊，我跟你立约，所以我可以对你予取予求，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个约的基础是在于说，我们认定这个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并且能够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有不一样的力量跟帮助，好让我们去面对我们所要应付的困难跟挑战。这是一个邀请，它就好像一个晚餐一样，他邀请某一个人来说：“我请你来我家吃晚餐。”而我们接不接受这个邀约？如果邀约我们接受的话，我们就认定他是一个主人，邀请我们进入这个宴席的主人。而这个进入宴席的，是因为建立在这个主人他承诺要请我们吃饭。今天我们也很怕某人说要请我们去吃饭，结果到门口以后才发现他出去玩了。会惊没？有没有被人家请客，然后被放鸽子、开天窗的？我都一直很记得，那时候在菲律宾的时候，发生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嘴巴讲有趣，事实上我都笑不出来，因为啊，我跟那些菲律宾的神学生一起约好要到山上去，然后我们要到山上去，本来是要去吃午餐。我们是去那边的教会啦，只不过说我们就是要在午餐之前去到山上。结果我们约的时间是在山下车站9点。也许是我不对啦，可是如果我跟你约9点，说要坐车到山上，它会是早上9点还是晚上9点？应该是早上吧。我一直等到快要晚上，它还没出现。所以最后我就自己坐车上山，所以到山上的时候已经是吃晚餐了。
结果我就很不高兴，我就去跟院长讲，我不是爱打小报告，只是在那个时候真的是心里很不服气，为什么约时间能够约成这个样子？结果院长告诉我说 ，Because that's Filipino time， 因为那是菲律宾的时间，那是同一天，只要是同一天的话，都算准时。哇，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如果要跟上帝，或者是如果要跟主人要约吃饭，要约时间，时间讲的要准确呀，要精准啊，忙早餐变成晚餐，早餐变成午餐，午餐变成晚餐啊。所以这种邀约建立在什么地方？建立在上帝的应许，是神应许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去成就什么样的事情。请注意，是神应许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成就什么样的事情，而不是我们向神要求说：“神啊，请你为我成就什么样的事情。”这个邀约是从神先开始。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也不是从摩西开始；以色列人要出埃及，也不是从以色列自己开始，而是这是神给摩西还有以色列人之前就已经给的一个应许。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会听到：“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我是以扫的上帝，我是雅各的上帝，我是你祖先的上帝。”在你之前，这份约就已经存在了。第三个，约的基础建立在于上帝的同在。如果上帝没有同在的话，我们只是打着上帝的名义在做我们自己的事情。所以，如果只是上帝的名字在做我们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在那个地方用我们自己的力量，用我们自己的血汗，付出很多的代价，因为那不在神的计划当中。以色列百姓在这当中，他们有许多很特别的事情，而这都是人性。比如说，当他们要出了埃及以后，出去的第一个要的就是没有水喝啊，第二个要的就是没有肉可以吃啊，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抱怨在那边。但是凭着这一个约，让他们能够继续往前走，走了40年，因为这个约是一种约定，这个约是一个绑定，因为有了这个约，稳定了以色列人往后走40年的方向。他们虽然在旷野，但是他们知道要往哪里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人生走了多久？你在你所走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你的方向？你在你的人生方向当中，是依照你的喜好、你所要的去定定的，还是你找到神在你生命当中所要给的那个最特别的一个恩赐，好让我们在所走的之路，我们不是在流浪。我们所做的是什么？约讲的是两个人之间，或者是我们与神之间，坚定我们的心志，让我们能够持续拥有盼望。约讲的是个人与团体当中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就好比我们今天在这里，因为我们很多人在这个当中与神有立约，所以我们能够在这个约之下，我们一起成为弟兄姐妹。约也成为个人与个人之间一个彼此扶持、彼此帮助的一个最大的理由。最明显的就是在夫妻之间，约给了人有一个安全感。约看似是一个限制跟绑定，但是它也给人一个满足感。因为当两个人要走人生道路的时候，你不用去在意其他的人的想法，而是在两个人能够有共同的目标、共同选择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往前走。你跟谁有约？你的人生跟谁有约？你跟神有约吗？你跟某一个人有约吗？你的约定让你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今天的现代人
很多人不喜欢这个约，所以即使是在工作上，不一定要同一个老板。已经有人开始笑了，在工作上不一定要同一个老板。有的人不喜欢绑定，因为绑定了之后签约下去，手机就不能一直换了。有的人不喜欢被这种约绑定，因为你随时可以找到最便宜的 plan， 你可以找到最好的、最适合你的 package。有的人不喜欢被约绑定，因为一辈子30-40年都跟同一个人生活，太辛苦了。有的人不喜欢被约绑定，因为有的时候在小孩当中，成为人生一个很大的责任跟重担。有的人不喜欢被束缚，不喜欢被绑定，然而他也在这当中缺了某一些的安全感。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请问你的车子都谁在保养？有没有每次都同一个保养厂？还是你每次都换不一样的保养厂？你会使用同一个保养厂的，请你举手。为什么？安全感，爱给你用怕伊。当我们选择同一个保养厂，其中有一个理由可能是，把我车子弄坏的时候，我知道我要找谁。可是当我们一直在换保养厂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在比较价格。我们要找一个最便宜的，我们要找到一个最容易的，我们要找到一个能够半价又能够送服务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换。然而在那个当中，我们会失去的是安全感跟满足感。什么叫做满足感？满足感就是在我们所设的目标当中，我们可以达到，所以我们愿意继续往下走。然而，当我们只想要选择那个我们想要的时候，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不一样。能够看出这幅图里面画的是什么吗？这个照片，你看到什么？这是狼。啊？这个狼在做什么？在前进。他们在找路前进。可是第一头狼在哪里？在这里。第二头狼在哪里？在这里。对于后面这几只狼，他们的做法是什么？跟着前面的狼走。但是对第一头狼来讲，他要做的是什么？铲雪。等一下大家要离开的时候，那个车子比较有力量的先去开一条路出来。听说那个开卡车的应该可以，先去把那个雪给压一压。也许对这第一头狼来讲，它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它要找路；另外一个是它要克服积雪。然而对其他的狼来讲，他们所要做的是什么？跟着前面的脚步来走。所以是你要做哪一头狼？喜欢坐后面的一定有原因比较轻松因为跟着走就可以。可是如果当第一头狼的嘞，为什么他会出来当第一头狼？他可能昨天晚上跟人家打赌输了，所以今天就要出来当第一头狼，所以他得开路，他得在一个群体当中开路。
他得为一个群体去找到一条路。我们每一个人有可能在这当中扮演的角色都不一样，但是当我们如果是做后面的这些狼，然而总是在对前面的狼告诉他说，哪里有更近的路，哪里有更好的路，哪里有更方便的路，因为我们只想要去选择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这个群体很难继续往前，因为终究最后没有人愿意成为第一头狼。当我们只选择我们自己想要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欲望没有办法满足，因为你总是可以找到更好的保养厂、更便宜的保养厂，即使它只是用一次性的广告让你来它的保养厂。我们也可以在那个当中做选择，我永远都去选择那个正在打折的，我永远都去选择那个最容易轻松的，我永远去选择那个我付出代价最少的，我永远去选择那个路最短的。我们可以做很多的选择，但是恐怕在这样选择的当中，我们的欲望没有办法满足，而且我们依然害怕面对我们自己。当我们的生命在走的时候，我们有许多的东西是必须我们自己去面对跟克服的。害怕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但是当我们没有去克服的时候，日子久了，它不会消失，它只会进入我们生命的最深层，然后从害怕当中去影响我们以后的说话跟行为。当我们没有去面对我们自己的害怕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在逃避我们内心的伤痛，但是到最后的结果，我们还是只有自己去承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做什么样的抉择？今天要一个人对上帝能够绑住这个约，并不容易。今天当一个人要对另外一个人绑住一个约，也不容易。当我们在我们生活、我们的社会当中，很多时候从我们过去传统，从原本时间到了就要结婚、娶妻、生子、娶妻、生子，然后要给安啊。可能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点都不一样，但是有人在说啊，今天很多人在人跟人之间的相处的时候，爱情不容易啊。那个不容易的爱情，有专家在这个当中去归纳了4点，这4点我没有放在 PowerPoint 上面，因为我知道大家快睡着了，所以4点你要用记的。第一个，不成熟爱情的症状，第一个，执着于等待对的人。所以我们一直在期待一个对的人 ，We are waiting for the right。我们一直在等待那个对的人，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很多的机会。然而，在爱情当中，有的时候不是去等待那一个完全对的人，或者是一个 perfect 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在等待的是一个合适的人，好让我们能够在爱情当中互相成长。因为爱情不是一个句点，爱情是人生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所以当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只要求要等待那个完美的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找不到那一个我们要找的。所以有人讲说，比较容易的事情是什么？是把我们自己变成那个对的人。我们不是在等待对的人而已，我们也在让自己成为那个对的人。所以第一个约重要的是，不要执着于等待对的人。来跟我讲一次哦，不要执着于等待对的人。你不是在等待一个完美的时机，你不是在等待一个完美的人，你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人。第二个，有人对不成熟的爱情里面、不成熟的约里面有一个盲点，
认为说对方如果爱我，就应该要满足我，就应该要懂我。这一点，可能有一些长辈，他们结婚了30-40年，甚至更久。然而在那个当中，我不晓得有没有真的懂。我再讲一个我自己阿公的一个故事。我的阿公跟我的阿嬷结婚60年了，我在这边曾经讲过，他们结婚60年。有一天，我们为了阿公阿嬷来举行感恩礼拜的时候，结婚60年不简单吧？我们在这边有没有人结婚60年的？还没。好，可能要结婚60年真的不简单。结果有人就问我的阿公说：“林长老，你对于你结婚60年有什么样的感想？”我阿公只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忍耐了60年。”今天我们有爱，我们有约定，我们就真的认为对方应该爱我，然后满足我吗？很多时候不一定。今天因为有爱，所以我们懂得对方，我们不是只要求他来满足我们，而是在人跟人的相处当中，能够互相忍让，那才是爱情，或者那才是爱，或者是那才是约定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约不要执着于，如果你觉得对方爱我，就应该要满足我。来跟我念一次，不要觉得对方爱我就该满足我。意思就是，不要认为说你爱我，所以我就能够对你予取予求，不是那个意思。第三个，在约的过程当中，有人说，如果你觉得认真就输了。所以有的人会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试着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试探，甚至是会说反话，甚至是会在关系当中会找一些东西，故意好像去闹、去破坏、去开玩笑、去试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个节目，这个在好多地方都曾经拍过，这个很流行，因为刺中某些人的心。一对情侣，男的去找了电视台，去设下一个陷阱，去让那个女的一个帅哥，然后去找那个女的去搭讪他。结果没想到，原本是要看他的女朋友的反应，是不是还爱着这个男朋友。结果没想到，在那个当中才发现，有很多更惊人的秘密。有没有看过这样的节目？在试探的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让彼此之间的关系完全瓦解。所以，当我们真的是在爱，真的是在约定的当中，不要认为说开玩笑没有关系，不要认为说认真就输了，不要认为说我们只是游戏，我们只是玩乐，所以很多事情不要当真。有的时候你所讲的话，特别是讲负面的话、刺激的话、让人不悦的话，在那个当中它变成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关系经不起这样的考验。对于以色列百姓而言，后来曾经有一个时间，当他们去等待摩西到山上去领那个10诫下来的时候，下面的这些以色列民造反，用他们所拥有的金子去铸造了一个金牛，所以他们去拜那个金牛。然而，很多人经不起试探。当有人讲说：“我们来拜这个金牛吧”，很多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心就在那个当中被牵制、被吸引。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跟某人有约，如果你跟上帝有约，不要轻易去试探这个约。这个约需要我们用全心全意去追求、去保护、去疼惜、去呵护。不要认为你所说的、你所做的没有关系、无伤大雅。然而人在那个当中，有的时候却是最脆弱的。
第4个约，需要去提醒的，要去警示我们自己的是，没有他我不可能幸福。意思就是这个约，有的时候人不能在那个当中去固执我们自己心里面所想的，即使是上帝的约，很特别。新约跟旧约有没有一样？我们的圣经里面有分新约跟旧约，新约跟旧约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啊，因为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那新约跟旧约的内容有没有一样？事实上是一样的。我们的圣经当中虽然分了新约跟旧约，但是事实上它是同样要表达上帝的爱。然而，它为什么会有新旧之分？而是因为随着时代改变，上帝表达爱的方式有所分别。在旧约里面，上帝用什么去表达他的爱？守律法。当我们守他的律法的时候，上帝爱我们。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得到上帝的爱？是靠主耶稣基督。这一个让我们有了新旧约之分，意思就是，当我们在选择那个约定的时候，不要固执不变。当我们在这当中重新来想说，我们要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立下与神之间的约定，有一句话在这里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并且做结论。在诗篇23篇里面，第1句话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它的意思是什么？今天有缺乏的，来找耶和华当牧者。今天如果你已经找了耶和华成为你的牧者了，你要相信神必在你的生命当中供应你，使你不至于缺乏。无论你所面对的是什么，无论你是在这个时代面对什么样的挑战，无论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难处，无论你所走的路是你喜欢或者不喜欢，你接受或不接受，然而当耶和华是我们牧者的时候，我们有一份自信跟安全感，说：上帝啊，我相信你必为我预备。上帝啊，我相信在你的爱之下，必定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在这个地方与我守住这个约，同敬拜一位神。让我更相信上帝啊，你必在这当中使我不孤单，在我所走的路当中，你都要成为我的牧者。愿我们的生命不是孤单的走的，愿我们的生命是得到主耶稣的应许，应许在我们生命当中，好让我们所走之处尽都赞美。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守约的时候，我们如何向你献上我们的回应。主耶稣，当你愿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流宝血，我们就知道你真的爱我们。你愿意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得着那些原本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得着的。主耶稣，恳求你进入我们的心，恳求你让我们的心感动，与你一同立下这份约定。恳求你让我们在这立下约定的同时，也看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也有同样的约定，所以我们能够一同向前走我们人生的道路。主耶稣，恳求你让我们在我们所走的路当中，看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是成为那美丽漂亮，都是成为那能够互相助人，能够用话语安慰人的人，好让我们一同扶持行走我们的天路。主耶稣，愿你在我们当中作王，愿我们再一次认定你就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在这当中所走的，都是你为我们预备的，好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重担，但是仍然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来奔行天路。愿你的恩典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直到永远。献上感谢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